大选要到检方加强侦办境外介入选举的案件，桥头地检署侦办媒体刊假民调案件，查到前立委张显耀涉嫌违反反渗透法，昨是透明甲伊问话了后，改列做反渗透法顶罪被告100万交保候团。另外，既然基隆顶地检署侦办介入选举案件也拢有进展。前亲民党立委张显耀高雄服务处电话道理暗过拢无人，目前是两华医道论坛协会理事长的张显耀被控牵涉反渗透法的案件。根据了解，桥头地检署侦办媒体登假民调的案件，后续发现伊涉案，查到发动搜查甲约谈，进行了后，该列被告有抵100万交保候团。被告的部分就是涉嫌反渗透法及总统、副总统选举罢免法，交保金额是100万元。其他的部分我们目前正在理清当中。张显耀的昨天被搜索、被约谈，我不清楚，我刚刚才看到，对，是看到那个新闻，我才知道。高雄地检署也侦结反渗透的案件，起诉一个相关法庭协会理事长。北台湾既然地检署是接到证据，原来有特定证书，就村里长等人去中国接受交代，按因伫大选当中支持选择有利两华交流的证书，三团53人进行了后，转列反渗透法被告。带团者均非旅行社从业人员，相关行程均由国台办驻区人员全权安排。基隆地检署是侦办省5里长，招12个里长去中国接受3党烟台代办交代，请伫总统大选当中支持特定政党候选人，将反渗透法顶罪起诉专案。认定这位吴姓里长有涉犯反渗透法以及总统、副总统选举罢免法、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等罪，依法提起公诉。专案2审基隆地院了后，法官有抵120万交保候团，限制自己出境甲出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